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智慧會成語歷史篇。如果你帶領一支疲憊嘅小軍隊，面對數倍於自己嘅精銳敵軍，後退就係死，前進可能也是死，你會怎麼辦？歷史其實已經發生過類似嘅事件，就等我哋睇一下破釜沉舟這個歷史故事。秦朝末年，天下大亂，項羽率部戰死，趙國被圍困於衢鹿，各路援軍作壁上觀，無人敢戰。項羽當時大約帶領着5萬士兵嘅楚軍，而秦軍卻有40萬兵力，黑色壓境。面對強大嘅敵人，項羽率兵渡過漳河後，下令鑿沉船隻，砸碎鍋釜煮飯嘅用具，燒毀營帳，每人只准帶3日嘅乾糧，明確表示若果3日內不能打敗秦軍，他們嘅軍隊也是死路一條，因為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，以及沒有多餘嘅糧食。士兵了解到自己嘅軍隊嘅困境，為了生存，大家都抱着以死一搏嘅決心，勇往直前。結果楚軍9戰9勝，楚軍以1擋10，一日內9次衝擊秦軍嘅甬道，截斷糧道，俘獲主將王離。楚軍大敗秦軍後，作壁上觀嘅諸侯軍恐懼戰鬥，戰後入營時跪拜項羽，不敢仰視。現實生活中，創業者破釜沉舟，辭職創業，核心嘅係排除干擾，聚焦目標。不過都提醒一下大家，現實生活中不必極端破釜沉舟。項羽能贏，也因為對手輕敵，士氣剛好爆棚。現代策略係斷後路之餘，亦都要留退路，兩方面要取得平衡。例如嘗試新事物嘅時候，要小範圍咁樣去測試，關鍵時刻逼自己一把，不給自己找藉口，把資源集中到最重要嘅一件事上邊，呢個先至係比較可行嘅方案。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視頻，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見。